这么早就回去吧？我在这儿的文化课班还没上完呢。某个人好像非常非常的着急啊。我哪有急啊？我是说我急，又没说你。你干嘛主动对号入座呀？在下齐丽锦，你，你是那个画家吗？你见过我？不，你见过我的画？我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家里见过您的画，那幅画好像叫《夏花洒》，英文名字叫《Lost》。他主要是给我看过您的介绍跟照片，所以就对您有印象嘛。啊，齐先生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二爸，那您先坐吧。哦，原来你老爸是个名人啊，琪琪，没有你说的那么不靠谱嘛。现在名人就是最不靠谱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栗子姐，你朋友的那幅画肯定是这小老头哭着喊着硬要送给人家的，人家最后被他磨得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才老大不情愿收下的。不是哎，那幅画是我朋友专门到画廊去买的，花了8万多加币，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吧。而且他还很高兴地跟我说，他捡了个大便宜，因为那幅画未来的升值空间很大。现在很多画商都非常看好齐先生的画呢。艺术品都是无价的，价钱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衡量标准而已。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现在的画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价位了。哎，栗子姐，你那个朋友还要买画吗？我卖给他呀，我们家多的是，我7折卖给他，5折也行，5折，我买多，我还送，我回桑大婶卖了我。他有见钱癫狂症啊！宠物，带我去看你们的房间。楼上。哦，那我先到楼上啊。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。他们是从外星球来的呀。我在不在乎跟你卖我的画去拿去赚钱，那是2个概念。你说我这么个艺术大师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见钱眼开的小财迷呀？大师，尸体的尸吧？巨大的行尸走肉就是你的全称吧？齐大师，我宁可当财迷，也不当你们这种给顶高帽带就敢端范儿的没皮没脸的大众小丑。你是不是特恨我呀，疯丫头？骂我都骂出至理名言来了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亲爸爸呀！你想把我气死啊？哎呦，你们俩别掐了行不行？让人看笑话。二爸一看到报纸就跑过来了，可见他有多担心你。你就别心里高兴，嘴上还不饶人了。还有你，你说你啊，琪琪打小都是一犯什么错，心里边越发虚，表面上越强势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这回撒疯都撒成母夜叉了，可见他心里多知道自己犯一大错。你给一台阶下得了。哼，还是我儿子对我好。哎，你们的房间在哪儿？右边我的，左边琪琪的。哦，走吧，走吧，祖宗。哎，这姐弟俩跟你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嘛。啊，这小方丫头还挺护着他们的。那是，我现在跟他们比个你亲。啊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这住的环境也不错，我挺满意的。不错不错。那你就跟我回上海吧。我不走，我就不。这事儿你跟我拧得着吗？你要回去考文化课呀。你在这儿又没有学习，又参加不了统考，要不怎么着？今年不参加考试了？可是用不着这么早就回去吧？我在这儿的文化课班还没上完呢。还早啊！你不看个日期呀？今天都几号了？你知不知道你们学校的老师天天打多少个电话给我呀？再者说了，你还得回学校把你那个大专的毕业手续给办完了呢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儿没得商量。明天我办完事儿，后天一大早我接你走。上去看看吗？这是人家父女俩的事儿，我们也管不了。可是某个人好像非常非常的着急啊。我哪有急啊？我是说我急，又没说你。你干嘛主动对号入座呀？哎呀，
真难得，好些天都没跟孩子们吃顿晚饭了。我这后天一走，指不定哪天回来呢。哎，你还别说，现在真老了，越来越恋家。你定了后天走了？啊，本来应该明天走，因为好多事儿没办完，所以定的后天。你放心，阿哥，我一去肯定让事情有转机。啊。宠物，快帮我说句话嘛！我不想这么早走。不是，那要不就你让他不行，我不能顺着他。我已经答应他们学校的老师，后天下午就带他回学校办手续。你骗谁呢你？你要是没看到那份报纸，怎么可能知道后天之前就能找到我呢？你不是也说我猜也能猜到你在哪儿吗？我本来也是想，我一办完了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就豁出去了，直接给你二妈打个电话。你就瞎掰吧！你还敢给二妈打电话？三爸的车，我妈回来了啊！你不说她不回来吗？你这不是害我呢吗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后天一大早我过来接你啊！你把东西收拾好，在这等我。宠物，他如果跟我玩失踪，我可找你算账啊！现在就要走了？是，走了。急死了！走了。南姐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琪琪的爸爸，这是我丈夫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家七七一定给您找了不少麻烦吧？真是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挺可爱的，也很乖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那就好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一起留来吃晚饭吧。不了，我真的有事儿，真的告辞了。那行，那我送他一下。哥，把包给我。哎，齐齐楼上那房子你看见了吗？看了，挺好的啊。我就是怕这疯丫头跑来给你们找麻烦，所以结果还是没拦住。哎，我跟楚木的家走到哪儿都是他的家，这点永远都不会变。以后孩子想干什么，你别拦着他，就让他去呗。是啊，拦也拦不住。你这次来不会是想把他带走吧？是啊，不是那什么，我就是让他回去参加考试，而且他还有一些毕业的事儿没办完，等他考上了，我肯定让他回来，好吗？他要是没考上，他想回来，你也别拦着他。是，我听你的。琪琪，你老爸好像很害怕文怡啊。那是肯定的。你刚才没有听小老头管我二妈叫楠姐吗？她其实比我二妈还大几岁呢。她之所以这么叫都是因为她吓的。吓的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她心里有愧呗，而且愧大了。她当年……哎，打住，三爸，合掌。怎么说也是你亲爸，那陈年旧账就别提了。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他做都做了，还不让我说呀？再说了，这又没有外人，出丑也出在自己家里，怕什么呀？好，那你说。三爸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当初二妈带着宠物进我们家的时候正是小老头最落魄的时候。当时小老头为了画画，连正式工作都丢了，根本就没有收入。二妈就既得赚钱养家，又得照顾我和宠物，特别的辛苦。还为了能让小老头能专心画画，什么家务活都没有让他干。甚至到后来，小老头为了出去推销他那些破画，几个礼拜的不回家，二妈都一句怨言也没有。结果呢，小老头好不容易混出点小名了吧，没先说怎么报答二妈这么多年的辛苦和支持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他居然在外边搞上了外遇，还弄得人尽皆知，全小区都知道了。最开始二妈在外边听到这些传言还不信呢。直到后来，那个恬不知耻的小三跑到我们家来，要求二妈和小老头离婚，二妈这才彻底伤心了，很快就跟小老头离了婚，什么都没要，就带着宠物走了。差不多是这样。最后是恶有恶报。那小三跟那小老头在一起没几天，就发现那小老头实在是太不靠谱了，没多久就跟人一大款跑了。
小老头这叫一个鸡飞蛋打，颜面丧尽，哪还有脸在这个城市里待得下去呢？只能灰溜溜的带着我去了上海。这么多年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敢给二妈打，也不让我回来找他们。说好听点儿，是怕我回来给他们添麻烦；实际上啊，就是怕他回来见着二妈，不知道拿什么脸去面对。你最近挺好的吧？挺好的啊。你呢？好吗？挺好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现在这老公挺靠谱的啊。还有他那俩孩子，我接触一下也不错。哎呀，跟谁都比跟我要靠谱啊！啊。哎，你这脸色有点不太好啊，是不是最近工作很忙啊？要不我帮你什么忙？行了吧，脸色不好老了呗。工作还可以，不是太忙。谢谢你啊，能说出这话，我挺感动。不用帮忙。是啊，我也老了，哎，也该正经点儿。是，也该正经点儿。这岁数，你该安个家就赶快安个家吧，安定下来多好。嗨，再说吧。哎，嗯，别送了，他们还等你吃饭呢。啊，好，那你走吧。我就走了。好啊，好吧，再见啊。其实我二爸这人吧，他就是有点孩子气。他对我们都还是挺好的，像我平时跟他随便打闹啊，什么话都能说。他对琪琪还有我妈，心里边其实都有位置，只是他这种表达的方式吧，就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再替小老头说话了。他把人都杀了，再对着人家的尸体说：“我其实是想对你好的”，有用吗？哪有那么严重啊？爸，眼光不错嘛。你真的要跟你爸回去了？为什么呀？他是回去考试，考完试还得回来呢。哎，你听话啊，咬牙熬过这一段，就能彻底搬过来了。到时候谁也不敢赶你走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后天。也是后天啊？谁后天还要走啊？干嘛呢？你们怎么不吃饭去啊？坐这干嘛呢？妈啊，你后天要走啊？对呀，我后天出差，你后天也走是不是，琪姐？那我先送你，考完试赶紧回来啊！二妈给你接风。我在你之前回来，吃饭了干嘛呢？坐这儿，快哥，走，吃饭，快，吃饭喽，真好嘞！